观众朋友你好，我是吴国正，欢迎收看今仔日10月23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赶紧来关心上要紧的几项新闻事件。香港的凶犯陈同佳今日出狱，声明讲要来台湾投案。蔡英文总统讲，敢若有将伊逮捕，无所谓自首这条理。交通部提出高铁要趁宜兰的计划，初步估计工程的经费955亿，完工了后南港趁宜兰头尾13分钟。苗栗倒落去观察石虎的红外线翕相机，竟然予人偷138台去。警方讲，无定是熟悉的人来拼。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伫咧台湾台视女朋友的香港人陈同佳，进前因为拔掉罪，伫香港食罪，今日出狱，嘛发表声明，讲家己伤过冲动，才会做出无法度挽救的歹代，伊会来台湾投案。总是现场的媒体问起讲，敢是予人当作政治上的可疑啊，被逼来台湾自首，伊也拢无应声，即时就来离开。90度深深行礼，为去年伫咧台湾犯下香港女子伤性命案回失礼，穿蓝色外套的香港凶嫌陈同佳，总算伫咧23再起刑冤出狱。西港壁屋加下一边，真侪媒体咧等台。陈同佳伫牧师管浩明的陪同之下接受媒体访问，一开始就对死者伊的女朋友家属回失礼，强调愿意自首来台湾受审。唔好推啊！小心啊！受責備過點㗎，所以我願意為咗自己嘅衝動，為咗自己犯下嘅錯事，自首返去台灣服刑受審。陳同佳強調，願意為家己闖幫做唔到代志來台灣自首，嘛感謝親人對伊不離不捨。佢講對香港真實的，希望大家會當給伊一個機會。最後，對於社會、對於香港人，我只能對唔住，希望各位嘅原諒，希望各位可以俾機會我。重新做人，俾個機會我好社會。陳同佳面對媒體展現會議，按過現場媒體所關心的，嘛是伊敢知講家己變成香港甲台灣的政治條件，以及認錯敢是主觀等等嘅問題。去台灣諗住幾時去啊？你覺唔覺得自己變咗個政治籌碼？覺唔覺得自己俾台灣同埋香港利用咗啊？你個認罪係咪自願㗎？係咪自願㗎？面對媒體的問題，陳同佳無回應，選擇2度行禮回失禮，了後就坐牧師的車離開，去九龍灣的方向，並且開入一棟私人的客家內面。落尾媒體攏無翕到伊，因為有消息指出，已經有人幫陳同佳買來台灣的機票，甚至講傳出中型航班的乘客名單有伊的名，但是最後證實是假消息。什麼時陣坐飛機來台灣自首，香港、台灣兩地攏在關心。另外，有一位北法韓港府講願意派檢警來香港押解嫌犯，但是香港行政會議的成員湯家驊表示，香港、台灣並無司法合作協議，若是台灣派這塊人員押解陳同佳，可能當去機場轉機處等待，並且由機關局協助安排，閣由陳同佳家己過境，和這塊人員會合登來台灣。強調講這是較無爭議的方法，會當充分尊重雙方的主權。記者綜合報道。蔡英文總統今日特別強調講，陳同佳若來到台灣，敢若有將伊逮捕，無所謂自首這條理。若是香港政府要擔當的責任，要迴避者，這條代誌就換中華民國台灣來處理。蔡總統早起嘛專工去到金門參加古寧頭戰士70週年的紀念大會，伊再次說明守護國家主權的決心。總蔡英文今日閣再一屆來到金門，這屆伊要參加的是古寧頭戰爭70週年的紀念大會，伊閣一屆宣誓着要捍衛着國家的主權。古寧頭戰役也提醒我們，和平從來就不是靠妥協退讓，更不是卑躬屈膝，而是要靠最堅持的國防以及團結的意志，讓世界上的人都知道我們守護主權的決心。
唔拿家乡拜拜，佮提回第一。总统蔡英文向参加高龄头战役牺牲的官兵的墓来表达上大的敬意。蔡总统甲迄当中有参加战争，即马佮活的老兵握手讲话，另外马上互因纪念的표彰，互因感觉足大心的。我们希望啊，对军民能够感受到政府的温暖。8个人打死了4个，还有4个没有死，我就是大面没有死掉了。我每一次来，我都看到总统了，我都高兴。因为香港查某囡仔命案的嫌犯陈东家10月23伫香港出狱，蔡英文嘛，佮一概表示，就敢若掠起来无自首的问题。既然这个香港的政府不愿意行使管辖权替受害的香港人伸张正义的话，那这件事情就由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台湾来处理。它是一个受通缉的凶嫌，只有逮捕，没有自首的问题。总统蔡英文强调讲，政府做的每一项代志，拢是代表司法正义，也有国家主权，嘛呼吁香港政府唔通闪避责任。记者综合报道。香港政府昨暗深更发表讲，拒绝咱国的警方去香港陈东家倒来，佮讲这是超过各界咧执行法律，全然无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辖权。行政院苏贞昌院长今日是讲，香港政府放这款重刑犯行东往西，伊唔办换台湾来办。另外，内政部徐国勇部长甲陆委会这边面嘛，拢有上界新的说明，咱来听看卖。陈东家案件引起台湾、香港政治司法问题，陆委会22月暗向香港政府要求派人去香港甲陈东家带回来。不过，香港政府说23透早声明表示，这算是下境执法，无尊重香港的司法管辖权，完全无法度接受。行政院长苏贞昌批评香港政府记载嫌犯拍走，若是陈东家来台湾，就会随家掠起来。让我们派警察过去把他押回来，不过香港政府也拒绝。那现在我们认为香港不办，台湾办，所以只要一入国门，我们一定抓起来；只要在我们国境，我们一定逮捕归案。苏贞昌强调讲，台湾将来唔捌放弃司法管辖权，今早就已经成立下部会小组来应变。毋过到底陈东家敢是会当来台湾到案？内政部长徐国勇表示无拒绝，毋过必须要去柜台申请签证，而且杀人犯去坐飞机会有飞安的风险。他会是商务，会是观光吗？也不是嘛，所以他可以来，但要去到我们的临柜去申请签证嘛。所以我们并没有拒绝入境。所以为什么做这种解读呢？港府在做这些操作，那为什么要我们这些人有一些不了解的状况，也跟着港府在讲这些话，这样子等于是被他们利用了。而且针对香港政府拒绝台湾去香港甲陈东家甲证据带回来，陆委会早起发表6点声明，会议表示香港政府故意放弃管辖权，挑意过来撑时间，嫌犯去互通缉，就无符合自首的条件。即马放陈东家拍走，互香港变做杀人犯会当死过去的罪犯天堂，真正是互人杀无掌。要正式通知香港政府，一切后果拢应该互因家己来承担。记者综合报道。咱来看高雄市韩国瑜市长请假投入总统大选，开始行一撮听民众心声的旅途。今日伫咧嘉义县和阿里山的农民会面，讲起陈东家要来自首这站台，伊嘛批评蔡英文政府政策咧弯弯，说袂出头毛叶啊遐尼啊弯。因为法夹湾的政策太明显，我这2天说过，如果士林地检署发布通缉令对陈同佳，而我们政府陆委会跟相关的单位又拒绝陈同佳入境，全台湾人都会愤怒。换句话说，如果在台湾将来没有任何引渡条文，外国人在台湾杀了外国人，跑掉了都没有罪了，这个逻辑是有问题的。我们主动放弃了我们司法管辖权是非常危险，所以蔡英文跟民进党政府口口声声说最会维护台湾的主权。但是没有想到这几天的变化，很明显，他是放弃了台湾的主权。韩国瑜嘛质问讲，政策弯来弯去，根本就看现现。蔡英文总统和行政院苏贞昌院长、内政部徐国勇部长所提出要处理的方法甲手段拢无相同。伊嘛望讲，声声句句要顾主权的民进党政府，千万唔通做出伤害主权和司法权的代志。来隐瞒真相。台北市高文特市长早起讲，民进党政府是看报纸咧治国，
佮讲蔡英文政府和中国迄边面咧讨拳头比试，看着虽然是真趣味，毋过该当安怎办就安怎办，毋通拢按照民调结果的起落，伫咧调整脚步。香港凶手陈东家伫香港早起出国，但是伊敢是会到台湾接受法律制裁？毋拿台湾甲香港有主权攻防战，佮互哪里对战？连台北市长郭文泰接受媒体专访的时阵嘛，忍袂掉批评民进党政府看报纸伫国家中心思想是民调。早起伊进一步指出，蔡英文政府甲对华的过招看起来真趣味，但是无需要依照民调做调整。等于是小英政府跟大陆在过招嘛，所以说啊，这个看起来很有趣啊，就这样。要是我的个性，你知道，民意专业价值嘛，有时候还是要价值嘛。我的态度常常是依法行政嘛，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嘛。那他们常常忍不住就是按照民调去调整嘛，我觉得不需要的。但东家事件，郭文泰敢若是用徛伫边仔看的态度来看，但是其抗议立委选战，伊说必须爱计较，因为伊的民众党想要做国会的第三大党，直接挑战时代力量。有风声时代力量有意思规划，互立委黄国昌甲郭文泰共台，互相优选情。时代力量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在要不要当小绿这件事情，他们内部争议很大嘛。如果真的跟黄国昌同台的话，到底是你们拉到他的选票，还是他们拉到你们的选票？都有可能啊，或者是互相哄抬。郭文泰指出，为历史来看，新党、亲民党、时代力量、台联，因一直咧重演历史。台湾民众党伫战略顶面决定要跳脱拉力统独的议题，但是因甲时代力量是竞争也是合作，伊是保持顺其自然的态度。记者郭灿曾志成台北报道。在地上大条高铁要往南通到屏东这条案才拄发布，交通部又搁提出高铁要趴对东部的计划。林佳良部长今日伫咧立法院表示讲，高铁通宜兰初步估计起来是有下台，工程的经费955亿，完工了后，南港接宜兰头尾13分钟就会到地。为了解决台北宜兰的交通问题，八一地铁方案已经争议真多年。交通部长林佳龙证实，八一地铁向新的高铁延伸宜兰，初步评估是会使。未来台北南港到宜兰市上近只要13分钟。交通部规划拍通专台南北铁路网，6点钟就当环岛一摆，解决台北到宜花东铁路的这个票一票难求，还包括拆迁以及环境的冲击相对来讲都有一定的可行性。交通部评估高铁当年路线规划，会为台北南港车站通到宜兰市区有50公里，建设经费955亿。未来车程南港到宜兰只要13分钟，比地铁27分钟更较紧。过去八一地铁会经过翡翠水库集水区，款团强烈反对。林佳龙表示，升级做高铁了后，挖水库较远，减少环境冲击，嘛避免大量停车。有没有一个时间表？有没有？目前这个程序我们正在做一些工程上面的分析，但是后续还是要经过环评。那具体时间表，铁道局表示，佮伫做工程分析，该通过环境评估。所谓行政定数通过了后，时间期估计要10年。到宜兰的时候，你不是只有到一个点而已。到了宜兰以后，它没有任何可及的方便的一个交通工具嘛。虽然政府积极打造铁路一港的新外宽，不过交通学者认为高铁当年的计划真老草，恐惊对解决四川崩坑甲宜兰东地交通无帮助。记者综合报道。送餐人员车祸的代志一再发生，交通部目前认定Foodpanda、Uber Eats 这业者教育训练做了无够彻底，大刑是罚金9000块。今日有立委指出讲，劳动部认定迄两个伫咧送餐的半中途意外过身的人员，和业者中间是请工的关系，这只不过是当作单独的个案来处理，政府分明都是哈头大尔。双十连假美食外送员发生3天2个人死亡的疾灾案件，劳动部真紧就认定这2位外送员甲业者之间有头家甲心路的关系，但是立委强调这只是个案认定。目前Foodpanda、Uber Eats 等业者嘛是坚持甲外送员之间只有冒失头的关系，外送员嘛是无法度得到业者投保到健保，佮再加上国发会态度偏向业者自律，这期政府的态度只是有听到声无看到影。本席可以大胆的推估，你们现在
不敢去认定到底这9家业者是属于雇佣或者是承揽关系，因为现在业者反弹，现在国发会也讲话了，所以劳动部就缩回去了。你们所有的行为就是雷声大雨点小，所有的认定真的就会变成是业者说了算，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我们希望业者不要以这个所谓的假承揽真雇佣的方式来对待。那劳动部只能希望。那因为我们有一套劳动检查的准则，所以他再怎么样规避，除非他真的是不适用雇佣关系，或者是法院判决雇佣关系不存在。劳动部表示，拜四对各行业者开会，希望业者改变不合理的派单机制，嘛希望莫有假承揽真雇佣的情形。所以在1月中旬，就会定出行政指导原则。交通部是伫咧这载发生了后，查核出有6间业者拢无落实教育训练，嘛无确实掌握外送员的交通工具，敢有投保强制汽机车责任险和定期检验等等的缺失，并且发现户户送甲赶紧外送这2间业者无汽车运输业营业资格执照。监理单位都在收集他的资料中了哈。对。如果刚才谈到50万到1500万，如果他没有遵守就罚，而且连续罚。立委质疑无营业执照，佫会当上线接单。交通部处长王国才表示，会要求业者暂停收集完违法的事证，会当处50至15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顶日有团体提出公投案，万讲将现时法律所定的查某人有薪第4礼拜以内，才会当进行人工流产，缩短落来超过8礼拜，就袂当搁再提囡仔。中央选举委员会早起有提案人甲学者专家表示意见，伊也该嘛打出来表明反对的立场。为妇女有薪了后，可能因为本人或者是配偶有阻碍优先的遗传性疾病等因素，所进行人工流体，而且医法需要在24礼拜内底完成。不离个有公民团体公投提案，希望把即卖优先保健法实行细节中的终止有薪的时间缩短到8礼拜，因为大部分胚胎伫8礼拜了后都有心跳，伊讲叫做心跳法案，主张不应该简单的停止一条生命。台湾人民对于虐猫虐狗都已经无法容忍了，我们为何可以容忍杀死婴儿呢？不离个医界所有反对立场，台湾妇产科医学会指出，为卫生卫生的妇人人，当发现有薪的时阵，可能已经8礼拜，那是限制人工流体实行时间。未成年或者是向申请有薪的60岁族群，可能会转去地下流体，颠倒增加妇人人死亡的风险，威胁女性的健康。优生保健法已经把过去从医学上的考量说在24周，其实是一个很合理的周数。如果下修到8周的时候，我担心未来的台湾妇女健康或台湾的孕产妇死亡会拉得更高。中选会再去举行人工流体缩短至8礼拜内底实行全国性公投提案听证会，和提案人甲学者专家充分表达意见。不过中选会强调，迄天讨论的内容会提交中选会委员会议，才决定是不是审案。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基进高雄市党部接到消息，高雄市中警国小当咧举办“两欢一家亲，共事中华情”这款活动，接待北京来的一群老师甲学生。因嘛质问讲，莫非是新市长任任了后，故在统战的手骨传入去学校？校方这边是说明讲，这是2间学校中间教育的交流而已，绝对无牵涉到政治。中国北京医科附属小学的学生唱京剧来讲是真有班。23号这时，师生一行人来到高雄中警国小，不过这场活动说景色的部分它传过来了，因为我们办很多活动很忙啦。所以就是暂时赶快用他们的资料，然后写一下我们的流程那个就没有处理掉就是完全就是学校对学校交流就这样。受到这个学校赶紧来澄清嘛，强调这个跨国的学校交流，其实过去就有，慢慢接待过日本、非洲等等的学生。目前当时国庆的时阵，学校国旗嘛，袂因为对方来参访就改砍掉。过来让孩子体验一下这里的课堂，了解一下这里边孩子们的校园生活。其他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对我们特别的好。我也希望同学们、老师们能来我们北一附小来参观。
好亲像是知影即届访问引起着关心，北京的师生拢无愿意讲伤济，毋过带团的老师嘛讲，因一切拢是为着学生的教育而来，到即个学校嘛，敢若有半工袂停留伤久。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顶真拼命声，今年才20岁，当伫咧文化大学读册棒球选手刘志颖。人讲是二刀流的高手，就是投甲讲两项拢真在情。伫咧前几日亚洲锦标赛内底，伊的表现嘛真出色。但就有消息讲，伊已经和波士顿的红袜队契约，过来会去美国拍球了。2年一遍世界做棒的比赛伫咧法国闹咧举办，因为台湾队过去2届小联赛摕到冠军，世界各国嘛拢看咱真有面。可惜今年无法度继续保持，不过咱嘛同款甲亚军搬回来，小翔请赢。2015加2017的世界面包大赛，台湾代表团拢摕冠军。今年2019世界面包大赛伫法国南德举行，由王鹏杰教练带队，由邓云加柯耀贤2位面包师傅代表台湾参加比赛。Japon, Taïwan qui a gagné 2 fois, la Corée qui a été championne du monde. Pour nous, c'est bien de faire partie de la fête. C'est une grande fête et c'est bien de le donner hors frontières. 各个面包师傅徛几排，加水加入去面粉内面，拿做面粉丸，然后搁再拧做长条形。每一个师傅拢有家己的手势。来自台湾的师傅用原住民传统的道庭，搭配着咱国国球棒球的元素。这是这届咱国代表团所做的艺术面包，希望会当甲今年的棒球亚锦赛同款摕冠军。不过真可惜无完成3连霸，只敢若摕第2名。伫咧过去几届，咱国的国旗拢伫咧会场出现。今年台湾队突然间被通知，因为中国纪录片向大会抗议，主办单位为着要让比赛顺利进行，禁止选手下国旗。不过教练团队知影了，随站着国旗到现场，为咱国选手加油，让选手真感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进前咱有报讲 ，Turkey 要停120点钟，暂时无要起兵去拍 Kurd 这族的人民组织的军队。5天连面就要到。加在 Turkey 有个和甲叙利亚联盟的俄罗斯这国达成协议，要求 Kurd 人民军队爱退兵30公里远。过来 Turkey 和俄罗斯2国此后嘛伫咧边关巡逻。结果，上届大胜按叙利亚撤兵的美国也起风波，伫这局内底煞变了上届趋势。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日伫俄国南部度假胜地索契，经过要6点钟的马拉松式的协商，总算针对叙利亚东北部打击库德族民兵的军事行动，甲俄国总统普廷确定10点的协议。双方同意要互土耳其当作是恐怖团体库德族人民保卫军 YPG， 对叙利亚接土耳其的边境了后退30公里，来建立所谓的安全区域。Использование рубля и лиры во взаимной торговле, но и расширение приема. Разделяем беспокойство турецкой стороны в связи с усилением угрозы терроризма и rostum etno-konfesyonel противоречий в данном rayonu. Garanti altına almaktadır. Bizim hiçbir zaman ülkenin toprağında, egemenliğinde gözümüz yoktur. 根据协议 ，YPG 必须要对当地23中到12点开始的150点钟以内完成撤离。土俄两国的军警会来这个区域监督进度。当地2到尾暗6点就会开始联合巡逻的任务，排除库德族民兵伫区域内底一切安全障碍。土耳其经过要2礼拜和平之转的军事行动，已经成功控制120公里长、跨32公里的区域，来建立所谓的安全区域。同时，安伫土耳其收容的200万难民。最终协助境内叙利亚难民登去故乡，这嘛是透过这届处理2国边境库德族民兵上主要的理由。俄国是叙利亚阿塞德政府上重要的兵帮，伫美军撤离叙利亚东北部了后，就随插手，甲土耳其联手来保护区域的控制权甲影响力。毋过，美国国防部长埃斯佩日伫沙烏地共款是强调讲，互美军登去故乡就是即卖政策。Well, like I said, we'll reposition as they come out of northeast Syria into Iraq. You know, eventually their destination is home. 共和党参议院领袖麦康诺日公开呼吁川普会当考虑暂停美军对叙利亚撤军的决定。CNN 指出，土俄日的协商，嘛等于讲是互叙利亚8年内战尾期的模样表现出来，而且美国是上输的。伫叙利亚未来战局的演变当中，美国看起来已经无徛起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北韩一再去国际制裁，致使南北韩各界中的观光地区，这粒金刚山渐渐无法度吸引外国人客。
北韩的领导人金正恩当就指示讲，赶紧甲金刚山顶韩国来斗建设这种种的设施拢拆头角，才袂互伊看到一直插目。南韩这边近来是面对俄罗斯这国的军机一再飞入来因的防空范围内底，嘛是头壳摸咧笑。金刚山伫朝鲜半岛东部外海的江原道，北韩为着要请外国人来观光，佮专攻设金刚山观光地区。自1998年开始，由迄当阵佮在世江原道在地出身的现代集团创办人地周英得到独家开发权，投资兴建各种观光设施。同时间，南北双方无定期举行的离散家庭团聚地点嘛选伫咧金刚山。但是受到北韩试射飞弹、试爆核武，引起国际制裁，以及2008年韩国女性游客无适宜走入禁区，和北韩的士兵弹时的冲击，南韩都不准观光客过去金刚山。后来，增加的中国观光客嘛无法度使用现代集团所起的设施，就算文在寅政府上任，这个问题嘛是无法度解决。所以，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进前视察当地的时阵，就只是拆除现代集团所起的部分，由北韩家己新起旅馆、高尔夫球场和储设场等等。除了金刚山的问题，韩国嘛感受到俄罗斯增加战略轰炸机巡航政策的压力。韩国国防部日指出，东港地早起到下晡，前后总共有3批6个架次的俄罗斯军机入去韩国的防空识别区，并且接近日本海顶面的武陵岛和独岛，也就是日本讲因有主权的敌岛。各国方面所出现的机种有 A50空中预警机、SU-27和 SU-35战斗机，以及 TU-95战略轰炸机。韩国方面除了派出战机紧急升空监控，并且发出警告消息，和俄罗斯的军机，嘛透过外交管道，甲莫斯科当局表示抗议。因为防空识别区无定义是领空，俄罗斯方面认为各型的军机拢伫公海顶空的范围内，严格遵守国际法规执行任务。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指出，这是今年以来俄罗斯的军机第20架入去韩国方面的防空识别区。记者综合报道。英国脱离欧洲联盟，搁再产生变数。首相强生提出来脱欧协议的法案，才拄伫咧国会二读通过。不过，刷落咧表决立法的时间表节目，搁去踢着铁棒，以322对308票，刷去国会否决。议场内传出反对的声音，议长赶紧维持秩序，准备宣布表决结果。不过，结果又搁互首相强生真失望，因为虽然国会二读通过强生版本的脱欧协议法案，不过伫咧立法时程表的表决以322对308票否决这项动议。Mr. Speaker, I must express my disappointment that the House has again voted for delay, rather than a timetable that would have guaranteed that the UK would be in a position to leave the EU on October the 31st with a deal. 强生讲，国会拒绝通过立法时程表，和脱欧如果现立无确定性，怎么只好等待后面回应，是毋是要互英国再度延后脱欧？在此进前，伊会暂停立法程序，伊伫表决前捌警告，若是表决无过关，伊会推动提前大选。强生本来是打算2月要将脱欧协议法案摆入去议庭表决，不过议长贝尔考因同一个议案伫同一个会期未当摆入议庭讨论两边的议事规则法案，互强生这个人启动美计划，按照顶礼拜六国会通过莱特温修正案，赶紧推动脱欧协议的配套法案过关，不过也是踢着铁棒。反对党共党认为，强生要求国会伫咧短时间内完成法案立法，根本无可能。表决无法度过关，是首相家己做得来。后边是讲，一旦英国通知后一步的决定，就是毋是互英国将脱欧期限延后到2020年1月30日，各过几工就答案。记者综合报道。环境爱关心。石虎这款一级保育的动物，伫咧苗栗县内是袂少。不过，少路经过的人客，有诶嘛拢无咧斟酌爱甲保护。昨暗苗栗发生今年第20站石虎伫咧路中去互车咬死的事件。另外，苗栗县的警方嘛出来讲，9天内底斗落去观察石虎的红外线翕相机，竟然去互人偷拔38台去。因判断讲，无定是真知影相机设伫倒位的熟悉人来偷病。
铁网围内门锁无破坏，但是内底红外线监视相机已经无去。来收这个自动相机的记忆卡，那发现说这个相机遗失了之后，发现我们苗29的这个相机15台全部都遗失。苗29线面的石好浓度，佫落该翕到石好的身影。这个月17号，研究团队要来回收相机的记忆卡的时阵，却发现规座路面顶15台相机拢偷摕去。苗栗县农业处无排除是了解相机设置地点的人所做的。有针对性的，而且有一些甚至于有内行的特定的人来做这些事情。互人偷摕的相机包括有岛南大安溪生态公园2台、第3线10台、第61线后龙路段2台、第13甲线石桥路段9台，佮加上苗29线的15台。全部苗栗境内200多台红外线相机，总共有38台偷摕去。警方表示，偷摕的时间地点分散，但是有一定的处罚。松开螺丝的方式，整台取走了。那针对周边监视器下载以后，我们做过滤以后，会做一个清查。这红外线相机是苗栗县政府或者是南投特生中心委托研究团队或者是家己架设的，进行石好热区的监测。曾经伫苗栗县石好保育自治条例草案审议的时阵。投下反对票的国民党籍几多位县议员，上午嘛到现场来了解，强调这些相机对推动石好保育的重要性，要求警方爱了调查啦。数量还没有调查出来的话，我们要订定15条例哈，就有欠依据啦。那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哈，真的是非常重要。遇到伫传出相机互人偷摕的同时，22号暗头7点半，苗140线道28.5公里。岛南往3个方向，又搁发生一只成人的公石虎去互人落沙，这是苗140线道今年第7件，嘛是今年苗栗县第20件的石虎落沙事件，造成21只石虎死亡。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改善空气的品质，环保署推动乌托拜迎新器具的补助，每年嘛会扩大到4型停的乌托拜，就是要针对2007年9月底进前出厂的第1期到第4期环保标准的机车。民众若是有意换新核电动机车，也是第7期环保加油的乌托拜，相关会当补助到5000块。环保署补助民众汰换污染的2型电机车，一车发500块政策，到今年底为止，2型电的数量已经减少63%。为明年开始，环保署要来改补助4型电机车汰换新买，对象是96年9月30号以前出厂的车龄至少是12年的1到4机车，大约占4成。那这个是属于比较旧的一个车辆，像碳性化合物大概是现在汽机车排放标准的2倍。好，那一氧化碳是现在汽机车排放标准的1.5倍哈。民众若汰换1到4期的4型电机车，改买重型电动机车，会当得到5000块的补助；轻型电动机车3000块，7期燃油机车5000块。想要换车的民众表示，会因为有5000块提悬换车意愿，但某民众认为即马机车卖真贵，补助了后车价嘛是伤过悬。本来就是旧车也要换啦。所以就是有这个5000块，你会愿意换这样子？对啊，那车子还能骑，你干嘛一定要换？补5000块没有用，最主要跟那个厂商讲，那个价钱不要抬到那么高嘛，抬到那么高干什么？环保署表示，还有其他的补助，包括工业局补助新买电动机车有7000块。无同的县市嘛有无同的方案，所以嘛是鼓励民众汰旧换新。不过，若民众嘛是无想要汰换，敢会加严机车电检的排放标准来管制咧。环保署表示，即马嘛是先以鼓励汰换为主，未加严标准。记者林俊明、吴家宝台北报道。咱来看台东县的环保局，嘛咧鼓励庙司减用金纸、减烧香，准备要颁发环保庙司认证的标记。这也是全国头一打针对庙司推动环保认证的县市。台湾的民俗习惯，入去庙寺拢会拿香，搁会炸金纸去拜拜。但是烧香烧金纸产生的烟会造成空气污染，影响健康。台东县环保局今年特别推出环保庙寺认证，甲其他县市所推动的家摊庙寺无共款的是，台东县除了认证减香、减路、减泡仔之外，搁将庙寺是毋是有用电器设备嘛，得去考核。包括你使用的是不是 LED 减碳，还有你的金炉是不是有环保金炉？
嘉清专讲，通过认证的庙事会颁予因环保庙事认证标章，对庙事吸引更加侪观光客有帮助。目前台东县有220多间庙事，今年只有10间庙事参与这项认证考核，大部分伫市区，为着要敦亲睦邻，庙事大部分拢愿意配合。有一些人他现在来拜拜，他们有时候用手拜，也不见得一定要坚持说拿香拿金纸等等哈。台东县环保局表示，年底进前就会公布庙事推动环保的考核结果。不过，有庙事认为，政府应该对市面上得卖的香和金纸嘛做伙进行是毋是有符合环保的查核认证，安尼对推动庙事环保会更加有帮助。记者综合报道。人拢讲食老搁步有土豆，这句话的确也有3分理。台湾搁过7冬，就会进入世界所认定的超级高龄化社会。要安怎让老大人的退化甲失智较拖慢咧？大家嘛拢真要紧。阳明大学齿科学院的柯明伦院长，他就发表上新的研究，指出讲，愈食步、愈会步物件的老大人，脑部就会愈慢退化。那讲话那食物件，唔免想就会当步物件，对老大人来讲无简单。阳明大学齿科学院院长柯明伦团队探讨65岁以上老大人步物件的功能，以核磁共振研究发现，较高步的老大人大脑灰质较侪，若是较袂晓步的老大人灰质嘛较少。脑里面的灰质呢比较少的时候，就会发生一些像认知功能障碍。或者是失智啊，这些人会比较多这种现象。步物件会当刺激动物的海马回，维持认知功能，大脑的退化嘛愈慢。用食的甲用冷的鸟鼠仔认知功能差到40%，因为日本2010年研究指出，有20粒喙齿的老大人认知功能退化比例13%，若是无有44%。柯明伦建议会当调整饮食来提升步物件的能力。老年人还可以进食的状态，即使他只剩下1颗2颗牙齿，还是要让他吃软质饮食。能够的话，偶尔的下午的时候放几个核桃让他去咬。训练步物件维持喙齿的健康嘛真重要。柯明伦讲，老大人的喙齿无伫咧牙冠，会当为牙菌喷氟来预防。为齿科医学练到老大人健康照护，然后退化失智，减少未来可能的成本。记者小新志明台北报道。高雄一间做食的店头，大讲要招募洗碗工，意向是要请中年的妇人人。结果一个少年家来遮隐瞒，煞去检举这间店家有性别的歧视。高雄市劳工局才去开一张10万块的罚单。虽然这是上界轻的罚金。不过，劳工局嘛出面建议中央都要修改法律，把处罚的条件搁减较轻的。接近中昼长的时间，店内有人无用煮，有人无用款货。小食店常常有妇女落工，但高雄一个业者以希望将工作机会留予中年再度就业的妇女，拒绝一名来应征的青年查甫，红检举性别歧视。那你一个年轻力壮的男孩子，其实你有很多的其他机会可以做。那就算我给你做了，我相信年轻人也做不了这种工作，他也很快又要辞职，他势必又要再重招人嘛。那我觉得他这种想法都很单纯，也是常理呀。因为依法统计会使开罚30万，店家找议员之前，感觉罚金对一间小食店实在伤悬。劳工局嘛以行政罚款的宽限，各降1/3，敢若罚10万块，但也是认为伤过多。在今年的大概6月多，有新闻去跟劳动部反映好这样的状况，因为说实在，如果是大企业，他们都有专业的法务跟人资嘛，所以他们在求财广告上面不容易犯这样的错误。可是反倒这都是庶民百姓，一些微型企业，像小吃店。劳工局表示，传统认为中年女性会使煮会使洗，为了保障中年就业，因此以为限定条件是善意照顾妇女，但法律必成性别歧视。劳工局常常派员宣导查甫嘛会使做，但这种案件犹原常常出现。今年就又搁罚7件，呼吁民众改变观念，中央嘛应该检讨降低罚金。记者王家川、民众权高雄报道。高雄左镇的308高地有一间大草帽的凉亭，这是在庄的农民用古早的古建料落去翻的，让过路人甲游客通好休困。虽然是捡人无爱滴的柴来做椅仔桌啊，不过嘛有真侪人专工来遮，对山顶看落去到山骹，景致确实有影水。
到运营台卡步行来到即搭是高雄组镇的308高地，拄好甲内门有台南良家小瓦，所以佫叫做三里魂啊。眼前即座凉亭是依照以早同事甲古早古建寮各番的。我做这个目的最大的目的就是所有在这边登山的，到这个308高地啊、320啊，还是这一条叫内门屏障167之一的道路，所以全台湾任何人来这个地方休闲路过，都来这边做。运营台用人买地废弃的茶座椅啊、刀啊，佮发挥创意甲油菜，互各路人甲游客通来遮休困一下，也通对馆顶来欣赏山脚的风景。可以躺在边休闲，或是躺在这边休闲这人生一大享受啊！运营台的咖啡农场也伫一山顶，毋但有种咖啡，也有可可啊，甲其他的树丛。大家若拄顿休困，会当来高雄308高地行搭，食咖啡，看风景。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解文说字，讲故建说故建，古早治安无遐好势，故建是介有必要。尤其有真侪俗语话。咧讲故建，咧讲半暝三更的道理。大仙国政要甲观众朋友来开讲一句讲：咱人做代志，本底就爱量较寸咧，做差一件，顾差一面。即句确实有理呢。咱剪布嘛爱剪互量，有真侪代志咧拍算的时阵，毋好讲拄拄啊好就好。咱若加按算，有时啊无食亏。咱讲剪布的时阵，长有依，短就无依，所以人来做差是一件。你说顾建是安那，就爱顾一暝；顾差是安那，就爱顾安尼到天光，无法度哩。因为咱就是爱加按算较长咧。这毋是讲干那三更半暝发生的代志，而是世间咧讲做代志做头路的情理。尤其讲到做头路，有当中有一款头路，千万都毋通做。俗语话讲：一更散，二更富，三更起大厝，四更拆袂富。什么代志毋通做？即句俗语话讲甲明拄明，就是跋筊生理毋通做。一更的时阵散啊，二更好拼落富裕啊，二更富。到三更，趁钱真正咧趁水咧。真正讲三更跋筊赢的钱，有才条起大厝。谁知影讲到四更拢输去啊啦，四更拆袂富。论真讲，毋是讲得较跋筊呢，世间也有真侪跋筊生理。你想讲中国和缅甸各界中，都有真侪人去遐买石头，对山内到底摘出来的石头，一刀破落去，到底会出什么色水的叶啊？有当地啊，敢若伫咧拔咧，即款的讲起来真危险。一更散，二更富，因迄边的人嘛讲，一刀落去是富裕，还是散车，甚至讲一刀抬落，爱穿满衫，就是做好人，就爱生死赌咯。毋则过去台湾民间原来一句俗语话，讲会做的是生理，安那袂做的咧？会做是生理，袂做就是生死。当然啦，现代有真侪人到三更半暝头壳摸咧烧啦，煞毋知影讲，就是想讲会做的就是生理，所以半暝安尼想甲光，拢无咧困的啦。一暝全头路，可怜讲到天光的时阵，煞无半步啦。那即款呢？一暝想甲全头路，天光就拢无半步，啥物代志都做无。所以上要紧，咱若心内有暗算有计划，第一就是讲目标要抓好正，第二就是爱照步来，一定爱一步一步来完成咱的心愿。毋通讲到喙甲全破，讲到飞天转地，到天光煞无半步，安尼大家想到就害头。讲到随要做，决定了照拍算，就要紧落去行。咱来看婚林未了。卖寮伫咧清朝年间是贸易真重要的港口哦。即当阵卖寮的家顶，阁有袂少真有历史的古早厝。卖寮文化协会当着提出真实的行动，讲要做就真正来做，要尽量保存卖寮在地的故事。变出一张一张的老相片，才是较早婚林卖寮家路的模样。时代变迁，卖寮即马已经无亲像因过遐尼闹热，也毋过家路的老建筑也搁伫咧。为着保护即个土地故事，就安尼强放袂记伫。卖寮文化协会用行动、用故事的导览，互大家了解这片土地。通过我们的介绍，让大家知道，其实麦寮是一个充满
人情的故事。那也希望更多人来这里去寻觅早期台湾从麦寮发展的历史点滴。那从这一些老故事，希望让我们麦寮看到更多你们不认识的在地。麦寮开发了真早，伫咧清朝康熙的时阵，才已经是贸易的港口。伫即卖的麦寮街头，可会当看到真侪50栋以上的建筑，每栋厝后壁拢有一个代代相传的故事。那我的爸爸呢，就分到后面。那现在呢，2个人拆了，就把后面那个搬到这边来盖了这个房子。那这个橙色的木头就是最老台湾的这个祖先，就是这种的风格。我到德和堂有房啦，已经100几栋咯，全即摆拢较无咧做。麦仔寮文化协会和地方的居民合作，保留地方的老物件，学在地故事。伊嘛和学校合作，甲地方的人文风景讲互学生了解。若是当甲麦寮的文史资源好好整理规划，麦寮嘛是一个真有观光潜力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无一个囡仔袂爱佚佗物啊，毋过无共年纪的囡仔人咧佚佗的物件嘛无相共。云林的二手佚佗物仔经举办怀念的囡仔耍的展览，目前真罕见，迄款40-50年前的佚佗物。互大人看到感觉真怀念，囡仔人看到嘛感觉真好奇。厝仔内底规排的大东翁仔，可能会互真侪大人感觉真怀念。毋过，即摆幼稚园的小朋友可能拢毋捌啦。这是云林的二手玩具屋，当咧展出怀旧囡仔商店。来参观的囡仔看到感觉真新奇，家长甚至是阿公阿嬷来看，拢会怀念囡仔时，都真像是加入去时空的崩坑同款。很好。为什么很好呢？因为可以玩玩具，很多很特别的玩具，对不对？对。就是蛮有意义的，因为这个就是他们以前没有看过的，就是比较怀旧的感觉。对。60年代台湾五股泰山是世界的囡仔耍工厂，出产真侪铁仔做的、塑胶做的囡仔耍。伊用无虾米电子的佚佗物，毋过囡仔发挥家己的创意，无用电动的成功效果，拢会当升级变过。那我们这个刚刚讲的由来就是跟玩具去做串联跟组合，现在都是电子产品嘛，电动玩具啊，以前资讯没有那么发达，大部分都是透过木做的玩具啦、塑胶的玩具、铁皮的玩具去动手做去玩这样子。我们二手玩具屋在县内一直很希望可以推广各类的这个亲子游戏、游玩玩具的一个文化。全台湾的一些我们觉得指标性的收藏家，请他赞助我们一些很特别的一些怀旧的商品，在这边展览。云林二手玩具屋的怀旧囡仔商店，毋但展出古早的收藏品，现场有真侪活动，教大家做囡仔耍，各种精彩内容，都是要和大家做伙家囡仔时阵的快乐找倒转来。记者综合报道。咱来了解一个嘉义的街头舞蹈团，名号做“逐梦者”。因捌伫咧街头舞蹈界一个大型的比赛，摕过几落摆的冠军。永暗10点，公视台台青春咱的梦，咱同齐来看“逐梦者”的故事。Breaking 就是咱所在地板动作霹雳舞。2024年巴黎奥运组委会用国际奥会建议，把 Breaking 加入奥运的比赛项目。逐梦者以 Breaking 征战国内化。也定期办城市汉会战，用比赛的方式，大家互相对战。以前人家会讲说，你要代表台湾出去比赛的话，嘉义是不可能的，你没有资源。我就会心里想说，你怎么知道？台湾最强的舞团基本上就是逐梦的。讲到这一点，我会特别骄傲。对，就是因为我是比你付出了更多的努力，我才得到今天这个样子。逐梦者认为 Breaking 是运动加艺术的结合。舞团的成员平均年纪25岁，跳舞的经验有10几年。因为坚持以跳舞做职业，经历过父母的无谅解加改善的危机，怎么个做伙跳？像篮球，其实讲真呢，伊比跳舞较歹看吧。跳舞的时候，伊的花样较侪，是安那这两个差较侪，所以我就想讲，要甲像跳舞变做篮球，无就拳击这种模式安尼。逐梦者因的目标是将 Breaking 职业化。怎么这项运动有可能成为奥运的比赛项目？因期待未来 Breaking 的舞者会让亲像 NBA 选手同款，创造属于 B Boy B Girl 的舞台。记者综合报道。
咱来看一阵平均测超过70岁的长辈，骑9工的奥多摆，环岛1000多公里，毋但完成家己的心愿，因经过屏东的时，阁去送饭予老大人，就是望要用公益的行动，将这款活力传予出去。骑奥多摆踅台湾，毋是少年人的专利。这阵阿公阿嬷用9工踅台湾，奥多摆骑1090公里，这毋但是梦想之路，也是公益之路。因骑到屏东东港，阁做伙送到去94岁阿嬷厝里。我今日送一个便当来给你吃。我跟他鼓励啊，我说我94岁，你也94岁啊，那你也是要像我一样啊，起来，我今天送便当给你吃，那你好好吃，要很开心。94岁阿公骑机车帮病回阿嬷来送到，长辈嘛会当帮助长辈。这26位老大人平均的年岁超过70岁，为台湾头到台湾尾行透透，就是要把因的活力传达给更较侪老大人，下面互相交流同乐。我们希望透过骑士，不管是在圆梦的行动，还有生命力的部分，那还有是公益力的部分呢，可以感染我们社区的长辈。伊的心情还有，伊当厝较袂不准，第一身体健康，第二心情吼较袂不会得忧郁症，含民厝的人吼，很融洽，因为他来了，大家一起在那边聊天，那聊天以后，他们就比较开放。心无老年岁都毋是问题，这阵本脑技术用因的行动创造精彩的老年生活。这阵长辈用行动邀请大家做伙对望，斗阵做公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宜兰的蒋渭水基金会，将98当前成立的台湾文化协会传播新知识、新思想的过程，伫咧宜兰人故事馆举办读册会，含带人去导览讲过去的活动，互人可真正了解蒋渭水推动民主的历史的经过。穿鸟翅色的长衫马褂坐伫咧头一排中，伊就是台湾民主先进蒋渭水先生。透过游画，带民众回去到1920年代，蒋渭水推动台湾维新运动的种种。那这一本书的珍贵是在于，他用18幅油画代表当时最重大的事件，然后用很多的历史文献来跟它对照。宜兰人故事馆参考1920年蒋渭水伫咧宜兰设立读报社，也有读册会，推广新知识的模式，伫咧遮办展览，也办读册会，互民众做伙来读蒋渭水的画影集，伫咧150多张的历史文献相片中，和历史对话。把1920年代台湾反日本殖民的运动跟世界当时在民族自决、反帝国主义、反法西斯主义这样的一个历史做一个连结。为着让更较侪人见证蒋渭水开创民主的过程，蒋渭水文化基金会也以行动导览，让民众行伫咧蒋渭水捌行过的路，包括蒋渭水的旧厝，迄当时设立读报社的交易宫等等，让更较侪人感受历史就伫咧咱的身躯边。记者综合报道。世界真深色，咱来看美国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伫咧海面翕到真罕见的镜头，就是真侪只造头海鸥合作伙咧舞喙泡，原来因就是咧拍蜡。这款过程有影互人大开眼界。对空拍画面看到几多只海鸥自起泡形成的鱼竿内面冲出来掠鱼只，原来这款泡是海鸥伫咧水底一直喷出所形成的，因分工合作。伫咧一阵浮游生物或者是规定鱼的边啊，最近一直喷泡，用这款泡变做一个圆网，甲要掠的物件箍伫咧中，佮把这个网慢慢缩小，所来喙开开做一卡冲起来就当食到。The footage is rather groundbreaking. We're observing how these animals are manipulating their prey and preparing the prey for capture. 夏威夷大学的研究人员伫咧阿拉斯加东南沿海翕到这款真罕见的画面，透过空拍加水底摄影两个镜头，会当更加清楚知影因是安怎做的。So basically, we have two angles, and the drone's perspective is showing us these bubble nets, if you will, and how the bubbles are starting to come to the surface, and how the animals then come up through the bubble net as they surface, while the cameras on the whales are telling us from the animal's perspective. So overlaying these two data sets is quite exciting. 真侪专家相信，整顿你的头脑，只敢若是人甲猩猩，做这款海洋掠物件食的方法看，有影是真巧。记
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赶紧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北部23度到28度，中部25度到31度，南部27度到31度，东部24度到28度。金马平湖23度到28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正，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多谢你。